一嘴苦苦的酒，为何你袂当感受？阮的体贴到温柔，无情来你离开，阮无愿意承受。虽然不甘愿放你自由，缘分到这歹对求，我请你放手。水啦！啊，饮一杯苦苦的酒。原来原主唱伫咧家啦，始作俑者的小珍姐姐，行动音响啊，开玩笑的各位 CD 啊现，场大家好哎，呀，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呢。水啦，大家拢安尼讲，听对到无？哈，最近在我们大力电视台哈，强力推荐的，对一杯苦苦的酒，哇，啊，这杯酒是安那偌歹啉呢？人生苦苦，只一杯酒，无好啉。安尼哦，袂啦，啊，你有当时也会回甘啊，对无？吼，酒了莫啉伤济就好啊。哎啉着好酒就足甘。哎，足甘的吼，上届甘的是市的院长啦，吼，足甘心的足吼，甘心的啦，哦，啊嘛感谢恁啦，吼，安尼甲咱支持，啊甲咱赞助吼，啊即马无即马你若讲吼，伫咱的大力电视台有听到一杯苦苦的酒吼，小珍姐姐伊 MV 的时阵吼，你就卡电话进来吼，卡我们大力也可以，卡主持人也可以，啊，我们就会送你1条根的精油，是对，是这是我们的小小的回馈。哎，所以讲哦。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啦。真侪咱公益活动，伊拢赞助咱真侪，好嘛？希望讲吼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善啊哈，可以从善如流，循环。啊，这条歌伫咧8点档嗰个嘛有拍吼。我8点档是我的主打歌，主打歌是一世人听你那细命。哦，一世人听你那是跟那个朱永德朱大哥，跟朱永德合唱的。对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你个人独唱更好听呢。哎，一波都好听呐，都好。刚才坐伫咧休息室，应该这里休息室是市的院长。哦，啊院长无来吧？大家怕酒这。他已经够红了，不需要再红了哈。伤红哦，嘛是危险。危险呢，出门人拢要借钱啊。所以有哪有欠手头的哈，无要紧哈，跟我打电话来咨询哈。所以我小珍姐姐哈，真正她对歌唱也相当的用心呐。刚刚是唱现场的，哎呀，完全感觉我当作对嘴，一模一样。刚才咧转场咧听咧，啊，啉一杯苦苦的酒，你独唱者，清唱者。啊，啉一嘴苦苦的酒，为何你袂当感受？哎呦嘛，连刚才转场的卖音乐清唱就好啊，安尼较贵呢，安尼较贵啊，请小珍姐姐来唱，现场的较贵。是啦，所以讲非常用心啦，哈。而且这条歌会红，会吼，今天因为我差不多也要唱，很洗脑啊，来，你唱者嘿。啊。啊，啉一嘴苦苦的酒，为何你袂当感受？哦，好听好听。这个红音可以点得到嘛？哈。下个月红音就出来了。哦，下个月洗稿再给小珍姐姐个帕子要挂了。可以。这么好听的歌曲哈，但是哈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大家要注意安全。对，最近咧有咧啉春酒啊嘛，哦，春酒要叫代驾哦。哎呀，对，叫代驾喝啦哈，你不要喝。叫代驾喝，没叫代驾你就要付出代价。没叫代驾要付出代价。后来，小珍给咱报一下2队的票数。来，我现在宣布是红队314票，白队呢？白队277票。哎呦，相差一点点而已，差点嘛，后边加油，各有机会。来有缘较接下来咧哈。我看到小珍姐姐哈，
嘛参加很多的公益活动，做爱心。是啊，哦，连刚啦有机会，大家做回来做公益。以前我发现我跟小珍姐姐好像是邻居。对，真的东区。对啊，东区，我们就建德街上而已。哎呀，伊建德街这么近哦，这么近，港一条街啊。公司住错啊。好。哎呀，有人去遐一，因遐有一个私人招待所。偌好咧，我 KTV 赛啉酒咧免钱。哎呦，择日不如撞日啊！好，待会就去了。欢迎欢迎啦，一条根哈。谢谢，好来，谢谢来。